月津港灯节 Eugen Lantern Festival， 盐水区一年一度世界闻名的盐水风炮及月津港灯节，每年元宵节期间都能吸引上百万名的各地游客前来观光。月津港灯节今年举办期间为2023年1月14日到2月12日，以城里的月光为主题，集结了国内外关于月亮的故事与想象，透过艺术装置，月与月的声光交织，让人们的目光再度聚焦于这照亮南台湾的盐水，感受国际级的声光艺术飨宴。该活动是国内第一个把城镇水路玉华丽变身成为大地美术馆，汇集当代艺术作品为主要展品的灯节，已是台湾文化观光的年节盛事。让台南盐水除了有风炮可体验身陷枪林弹雨的刺激，也有美味独特的意面可食用。夜晚时更增添了如梦似幻的当代光影艺术，让整个古意盎然的盐水街区顿时成了月之美术馆，充满浓厚的唯美艺术气息。盐水港就是因为水域地形略为弯曲，状似新月，故雅称月津、月港。所以早期台湾话有一句一府二路三艋甲四月津，曾经繁华一时。这几个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特色，就是皆有一天然良港，占地利之便，利于进行进出口贸易。清代时，盐水贸易兴盛，造就不少富户。当地有一句俗话9万27千，就是形容早年有9户人家的财产达万元以上，27户人家有1000元以上身价，其中八角楼建造者叶开宏就是经营糖业生意致富的万元户之一。可惜后来盐水港淤积日趋严重，水路交通逐渐没落，再加上西元1905年盐水地方人士因担心纵贯铁路穿过盐水，破坏当地风水，因此向日人提出反对铁路兴建的意见，结果造成铁路的兴建转往新营，盐水也因此丧失了昔日的交通枢纽的地位。